韩东收到来自卡什地区民众发来的图片和证词，暴露了中共关押数百名民众涉事的详情。一位卡什地区刹车县居民向韩东提供了一组1年前拍摄的刹车县3处集中营的照片。由于转化营周围都装有高清摄像头，并且把守严密，该居民无法靠近拍摄转化营全景。但当地居民的描述有助于更好了解本文所使用的各照片。图片显示，武装士兵在被高墙包围的集中营的铁门前巡逻。当地一名知情人告诉韩东，刹车县每个乡都有1处学习班，至少有20个。该报道说，营地工作人员接受了专门的培训，主要任务是洗脑被拘留者，并灌输中共的思想。中国积极帮助外国防疫，试图从病毒输出方变身全球大救星，却屡遭打脸。继捷克专家透露中国制造检测试剂盒错误率80%之后，西班牙也宣布向中共购买的34万试剂盒没法使用，因为灵敏度只有30%。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18日在推特上透露，中国将向欧盟提供200万只手术口罩、20万只 N95 口罩和5万份测试配件。西班牙媒体引述当地一家大型医院的消息指，该医院对从部分中国产的快速检测试剂盒进行了测试，测试结果显示，这种试剂盒的灵敏度只有30%，而中国厂家宣称其准确度高于80%。一位研究试剂盒的微生物学家表示，以这种灵敏度判断，使用这些试剂盒没有任何意义。捷克专家周二透露，从中国购买的快速核酸检测试剂盒错误率高达80%，该国不得不回到慢速的实验室检测方法。周四，美国累计确诊武汉病毒感染病例达81378例，已超过包括中国和意大利在内的其他任何国家。在白宫简报会上被问及激增的病例时，特朗普将其归咎于新增的检测。我们检测了极大数量的人，你们不知道中国的数字是什么。他在记者会上说，目前中国的确诊病例数并不计入检测结果为阳性但不出现病症的感染者。他强调武汉病毒源自中国，并指责中国在疫情方面不够透明。他对中国确诊病例的数字提出质疑。特朗普还透露，他将在26日当地时间晚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讨论疫情。特朗普一再表示，以病毒发源地称呼病毒很常见。他说，习近平从未要求他修改对病毒的说法。武汉肺炎疫情在全球加速蔓延。作为全球危机应对和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20国集团将通过特别峰会传递出了共同提振世界经济复苏的重磅声音。20国集团领导人召开应对武汉肺炎特别峰会，这也是20国集团历史上首次以视频方式举行领导人峰会。峰会公报表示，20国集团将启动总价值5亿美元的经济计划，以应对疫情对全球社会、经济和金融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支持各国中央银行采取措施，促进金融稳定和增强全球市场的流动性。出席峰会的世界银行行长戴维·马尔帕斯说，他们已经为这流行病的经济影响准备了另一套方案。我昨天提出了一项计划，该计划可以在今后15个月内提供16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美国在周四公开一份起诉书，指控委内瑞拉总统和他的几名主要助手与哥伦比亚叛乱分子涉毒品恐怖主义，密谋向美国输入大量可卡因。美国国务院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美国悬赏1500万美元现金捉拿马杜罗，最高1000万美元现金缉捕他的同伙。美国司法部星期四宣布对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和其他现任和前任委内瑞拉官员提出毒品恐怖主义和其他刑事指控，指责他们与参与向美国走私可卡因的哥伦比亚左翼游击队组织勾结。